共哈巴哦，今天要来学哈巴的厉害了。从新加坡来到这一边，我们来欢迎郭美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尚维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郭美美。那你来到台湾啊，那你自己跟新加坡的感觉，你觉得新加坡的天气比较舒服呢，还是台湾的天气？当然是觉得台湾的天气比较舒服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一句话。亚比吃豆一怂送，好厉害哦！就这里感觉很舒适，就是通常指天气啊，或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那你会讲了亚 V 这里、这边、那边 ，GV 哦，GV 那边厉害，你真的准备的还不错哦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来进一步讲一讲跟天气有关哈。好，比方说有的地方像新加坡跟台湾比起来，可能是台湾比较湿。对，就是湿，比较湿一点的感觉。那如果是比较干的话呢？早，好厉害哦，早就是干的意思。你问了我台湾的感觉，现在就让我问你一下，你觉得对新加坡有什么感觉呢？你去新加坡，欢迎访问我哈。我去新加坡，我个人感觉新加坡是一个相当干净的一个国家。强力，哇塞，强力干净，你也会耶？当然了。哎，过关，赶快把握时间再介绍一下这张专辑《我的达伶郭美美》，大家要支持。那今天谢谢郭美美，谢谢尚维哥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这里感觉真舒适。亚 V 吃到一松松，亚 V 吃到一松松。那边 GV 湿干早干净呛力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